香港林村許願節今日正式開幕。祝願各位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恭祝大家馬年進步，龍馬精神，一馬當先，萬事勝意。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胡建文先生主持開幕儀式。馬年大吉，龍馬精神。哇！呢個都係我哋心中所願咯喎嚇。祝大家，我祝大家。好啦，江議員。祝大家馬上幸福，心想事成。好，幸幸福福。點燈。作主禮嘉賓為駿馬油畫揭幕。當然唔少得要掟寶碟。個係唔單止咧係一個呢個傳統文化嘅一個嘅傳承嚇，對於呢樣嘢嘅重視，亦都係彰顯咗香港嘅獨特優勢。立法會議員江文蔚同現場嘅市民打成一片。靚啊，好靚啊！嚟到馬年啦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。咁我哋嚟到林村呢個位置啦，咁雖然現場呢落住毛毛雨啊，但係都冇阻市民嚟到林村呢度掟寶碟許個願㗎。市民嚟到冒住雨掟寶碟許願，祈求新嘅一年順順利利。有好多年㗎啦，都唔會嘅，其實冇乜分別，好微雨啫。唔緊要，有咩新年願望喎？大家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。開心，係第3次嚟嘅。不過越大雨就會越唔好玩咯。但係好啊！掟咗2次唔成功。